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主持人陈明珍。我哋所在位所呢，係到台灣嘅廿個故鄉，廿個王國，台灣最南邊嘅屏東縣。屏東縣從民國50年代開始呢，廿個總城面積、產量並產出都係台灣最多嘅。故所有廿個王國，廿個故鄉，還有佢嘅好名聲。身體價錢好嘅時間呢，國家已經有40萬元咁多哦。不過以下呢，身體國家就存到4萬元，甚至2天時存到幾百元，天天哦。因為產生按它嘅變化並影響呢。主要係民國91年時節，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開放廿個自由進口。從嗰陣時開始，農業非是輔導嚟到廿農呢，所以嚟轉型飛業，嚟嚟到廿樹倒退，嚟廿人飛提起哦。從91年到今呢，嚟做屏東縣規則嘅廿個總城面積呢，收得差唔多為一半，產出也存到一半天天。面臨一樣型嘅廿個王國、廿個故鄉，一樣名聲唔保嘅情形發生呢，嚟做飛業政策係繼續推動下去喎，也係講嚟採地轉型，嚟講提升你提升一樣觀念嚟。對白嚟保衛你嘅廿故鄉、廿王國一樣名聲咧。你像等下嚟到屏東縣從此鄉福隆郡嘅面頭前，請屏東縣嘅廿農並台東嘅來賓共同參加討論。開會了！以下嚟到誒浏陽嘅現場，可能你現場所撞到種椰嘅農民哈，而到有啲人種椰種係超過20年咧，有人種超過30年，甚至於超過種係40年哈。所以講佢一生人哈，給他長春，給他幸福，種副本椰子啦哈。有人講誒頭擺屋卡還有2條椰嘅樹哈，但係人叫佢拖到太好都冇問題哈，表示椰咧產業咧是實到屏東哈，非常非常嘅風光個哈。唔過到今年WTO 以後呢，民國90年跳到今呢，差唔多10年嘅期間，屏東嗰個椰嘅總城面積並產量產出都有輕大嘅落價跟嗰種下降嘅趨勢啦哈，所以佢必要請恁嘅採地嘅農民來恁台東來賓共同參加討論吼。馬上為您介紹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恁嘅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南區分署長陳俊言陳分署長。客家鄉親，大家好。好。再來為您介紹係屏東縣政府農業處農業產銷科嘅科長昌永榮。大家好，大家午安。再來係你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那個教授陳佛賢，陳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鄉親，從職嘅鄉親大家好，午安。好，聽我講到係你椰嘅故鄉是到台灣嘅屏東啦，嚇，嚟看一下你嘅屏東咧，邊台灣嘅種嗰種嘅椰嘅嗰種嘅面積嘅比較一下嚇。台灣種椰嘅面積然後產出比較來看，民國91年你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嗰陣時呢。總城面積有4840公頃咁多哈，產出差不多3億5千萬元咁多。一直到民國99年哈，差不多9萬多年期間呢，總城面積存到3116公頃，個產出呢存到1億7千萬左右哈，所以面積差不多少睇3股1股咁多，個產出存到3股1股咁少啦哈，所以也係一個大嘅趨勢，是講產出老面積一直在下降當中啦哈。我先請教下你採地嘅鄉親哈。有沒有現場相信可以先跟我們講一下，就說你們種椰子種了這麼多年哈，到底椰子這營養價值或好處啊，哈，都帶都耐哈，只要你天時給條件觀眾朋友來收給好嗎？有沒有哪位鄉親啊？這一位，好。最直接的好處就是10年前，椰子水當點滴，對，當點滴，解酒，美國《時代》雜誌專欄作家表示，這個是很好的水分補充劑。對，你講啊，10年前聯合國糧農組織講啊，椰子水含有跟人類血液完全相同的5種電解質。開特利運動飲料搶2種誒，所以椰水嘅電解質非常好，同俺的血同樣。謝謝，謝謝。講得太多，唔係，唐大宇太過講吼，也係做當做救命水嚟用啊，咁係意思太爭時間哈。唔過到底也係乜嘅好處咧？個也咧產業都你屏東都台灣發展有關係呢？我想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
足等体质嘅等嘅係帶點順達嘅結合安全鎖，做好清完整嘅防護，讓項目將牙嘅熱猛嘅夾嘅，就結送咧5、6整療按個嘅牙嘅疏風，將小嘅嘅牙嘅摘下來，一項條路唔但搶辛苦，美順圖嘅表面。後生原來也唔會做嘅，嗰時貴上原來後生冇得白椰樹嘅。你等於講係咧產業都冇然後嚟摘嘢。講起牙故鄉嘅屏東縣係全國產量前度嘅蔬菜，總係有1000人公頃研發。多年前台灣開放牙嘅自由進口過後，屏東嘅牙嘅身體價啲頭擺1斤340嘅元，跌到4元嘅元，有甚至寒天土車將存到9百元。牙嘅農嘅成法受到動態嘅影響，希望政府做地有相關嘅數據機制。以當嗰個標準，差唔多個5個元做標準，一天5個元嘅時間都唔是補助啊，冇喇叭嘅時間哪可以補助啊？牙嘅家私都唔好，牙嘅農希望政府做地補助，不過現在農政單位因為牙嘅規模提市場嘅競爭力，故所農糧署推出非研準作嘅計劃。迄陣講牙越多係啦，吼，伊甲當啊，吼，政府會補助15萬，吼，啊每年安尼都會推計劃。主要嘅原因呢，吼，都因為講安尼牙嘅安尼競爭力冇，吼，一般人都講有很多紡紞產業啦。因為也冇加誒。故所以問我家問人都係你啦，中國派嚟個好，他們只有按嚟想啦。實際上一天一斤鐘嘢幾廿新人啊，唔可以轉做談何容易啊！牙主題假設係一項等定位解決嘅問題，其實前提猛見到嘅牙學未一定飛起，主要睇呢特別係屏東，本單上愛割牙嘅來北鋪賣，三唔點用嚟處理牙嘅學，故所唔敢割貨。牙嘅學啊，吼！無奈何，按個垃圾車資源回收啊，吼，要專門要有那個讓它有回收，亂丟又花錢。不過，關於牙經年代，其實有學者專家同牙農向下研究推出牙相關嘅加工品，含利用嘅牙纖維來做手工藝品，發現它一條多功能商品，希望做得提高牙嘅附加價值。唔但搶農民會有更加好嘅收益，亦希望本大家從時注意到牙嘅新發展。睇我看到樣片地嗰度，伊上來講嚇，講假使個牙吼，假如被鋪人來買時，個垃圾唔點樣處理哦，所以唔敢割貨吼。我們就考試那種用把人處理牙個按硬就按太愛學吼，你學唔點用來去吼，係啊生態問題啦。因為講牙學個處理呢，拖垮了椰子產業，還有這個拖垮椰子價格等等哈。不過可能都還唔係影響最大哈。可能係呢一種屏東地區牙栽培面積並產量比較來看，民國91年，聽我講到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概念呢，概念規個屏東縣總成面積差不多就82000公頃咯，1936公頃按度，產量呢有25323公噸哈按度，產出有單槍安尼屏東地區是1億8000萬按度哈，所以只咪台灣差不多3股1股按樣型呢產量並這個產出，所以讓人講屏東係台灣牙嘅故鄉啦哈。唔過到民國99年嘅時間，都會看到哈，總成面積存到差唔多是1000出頭天哈，1068公頃，但產量呢也存到一般天12683公噸哈，產出也存到6700萬，所以個是講1公頃好像67000元哈，比師傅都還要少啊，所以也係牙嘅變化非常大哈，到底係唔係呢呢個做？牙嘅項目喺度接吼，所以嗱北埔嘅人吼，他們今日嚟割貨，北埔也親手看到民國產牙嘅，係有原因冇？先請教一下農糧署這分署長，就說，整個屏東地區的椰子產業的變化，其實也反映台灣一個椰子產業的現況了哈。那這樣的情況的造成，其實已經從91年到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啊。那目前面對這樣的現況，農糧署有什麼樣這個因應的對策，或者說輔導的措施嗎？面對椰子產業這樣的一個衰退哈，這樣的一個變遷哈，那最主要是91年以後開放，這個我們加入 WTO 開放進口所造成的一個進口椰子對國內國產椰子的一個衝擊。那這一部分當然我們在整個
竞争力的提升上，我们还是要去做努力的。我们希望说这边的椰农所生产的椰子在收益上能维持一定的稳定，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我们2月2月、3月、4月这一段期间，气候还比较偏凉的时候，消费者比较不去使用的这个期间，我们如何来加强让消费者来使用、来购买？那这个我们是期待在建构说我们在屏东地区，当做我们屏东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的产品，发展地产地销，对，来到屏东的游客能够有机会来接触椰子、购买椰子，那让我们这个消费量增加，来提高农民销售的价格，这是我们希望维系这个产业、维护农民收益这一方面来加强努力的地方。好，谢谢分署长。刚才3个请讲您个参口罩，迄面讲叶片农业处叶片老中央政府批下，看起来是讲，还迄有去显头民众讲啊，真金无竞争力咧，就是要慢慢来废园。该当年所接触到的肺炎的面积有变化嘛？后来今年了，看迄面有情况进来进恶化的各种的现况。县政府们很积极，想要说哈，像讲哈。辅导安尼也农民吼，看他做咧种其他的东西嘛。也今年吼，各好的这个也农作物啦吼，安尼做咧老嘅农改场叶片吼，高雄农改场叶片吼，做下来研究，可能是香檬也不错的一个作物啦吼。那亚6年嘅凤梨吼，在原住民区的一些红梨的作物哈，未来性也是不错啦。我们可以最主要係乜嘅原因咯？因為愛肺炎吼，要讀書的啊，係啊，要積聚啊，吼，冇多的時間，懵啊熟啦，吼，老人家的吼。所以等於說，農村人力老化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問題啦，哈。好，那我想再請教一下問題，回到我們陳分署長，就是說，當初我們在加入 WTO 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預見說椰子是一個前景不是太好的一個產業啦？所以那時候農委會也有針對可椰子提出一些廢園的計劃哈。那到底我們現在對每年這個進口的椰子量和這個價格有沒有做一些監控，還是說進口椰子可以無限制進入到台灣來，這樣對台灣把所有這個當初也是剛剛那位大哥講說，他也是這農會輔導他們免費提供椰子苗讓他們去種的嘛，等於說怎麼會說當初是輔導，現在是希望他們能夠廢園呢？就中間是不是我們對進口的量跟進口價格有沒有進行監控或預警的機制？政府對於各項容易受到進口農產品衝擊的部分的作物，它的產品在不管市場跟產地的價格，都有一個固定調查監控的機制。好，所以說我們在調查市場價格或者是產地價格，尤其是國產的一個部分，如果有大幅的下滑的話，我們就會結合地方政府來辦理相關的促銷的一個活動，來希望增加這個市場的消費量。那事實上大家都了解，節能減碳是一個現在發展的一個趨勢。地產地銷的概念一直希望能夠讓消費者能夠深植在他的心裡。那所以說，如何讓消費者能夠愛用國產的一個農產品，是一個大家值得努力去推動的一個方向。所以說在監控的部分是持續在做，市場價格、產地價格都有持續在做。那我說，那針對進口部分有監控嗎？有，同時都在監控。那進口的量的話，我們 WTO 的配額的話是允許這個進口是1萬公噸的一個椰子量。那這個1萬公噸佔國內的消費總量的幾分之幾啊？那整個的現在我們國產的椰子哈，我們以我們的面積跟產量，事實上現在進口1萬
我们开放1万公吨的一个进口量，是平均大概进口来的11000到12000的一个量了。哦，那当然包括一般关税配额吗？跟还有配额外的一个进口。那整个国产的椰子，那目前维持在大概3000公顷的一个面积，大概我们的一个产量大概3万公吨，3万公吨产量。那所以大概进口的椰子的一个量，大概是台湾的1/3左右。我想再请教一下陈教授，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从台湾吃到牙呀，哈，嘿嘿，都在这个除了这个当做鲜果、当饮品这个之外，我们对于这个椰子也可以多方面的应用都生发当中啊。今个台湾是 WTO 的一份子哈，我们有我们全球的社会责任，还有那个扮演的角色哈，我们不能抗拒 WTO， 所以根本里面也有问题啦。他可能了解槟榔嘛，有点问题，槟榔更加马个年嘛，可以用进口很多东西。然后呢，以前呢最早以前人家个烟叶、闽南烟叶、岐山烟叶，可以用嘛面对一个问题，以前种很多，人家政府保证收购嘛冇啊，在商言商哈，我觉得进口的烟叶啊、槟榔嘛个都进入来，所以这种思考讲根本你一方面都要点两强人啊，下一推唔系中亚一个请勤苦做农。下一代下一推都要请那边请工作用的，所以讲根本来的面对安尼进口的椰跟本地的椰，你看那个椰，可能阿爸给我讲诶，就椰，毕竟椰是食品啊、饮品啊，跟没药的啦，椰可以消暑了哈，里面很多矿物质，你到感冒吃椰，你都感觉到，但是还是要吃药了哈，它可以让你舒缓了哈，都了解。夏天都产量都清好，夏天卖清好。所以根本英国要抢的是椰水啊，没有抢的是茶了哈，英国要来了哈。所以冬天的时间呢，冬天因为凉啊，冬天都小路都没起毛，价钱都查清严了哈。所以人都那个来作为青姑来讲屏东的那个以前来讲那个经济部的计划跟人家大官也走就说，更加嘛上星期嘛去做啦，因为个福高的林产线高算做青岛，所以跟讲那东西也东西喏。以前试的都欧北街都环境的污染问题，但是对讲的问题呢，要思考都讲，椰哈你都可以做椰纤维哈。那他跟你讲，当然如果那个政府本身要扮演的角色，那个角色他要主导一些政策，一个政策的环保政策。所以你看个那不你看一个便子车，一个便子车哈，这个便子啊，不是你看一下这个巴西的便子，它是使用椰纤维来做它汽车车店，台湾刚快来用，搞了台湾个汽车产业。玉龙，你指定是用椰纤维来做一些汽车的一些素材，没100%取代，部分取代，相信对我们的椰农都有一些经济的发展。一个都产业部分，实在都已经多，因为人家实在东西嘛个像做饮品，没有办法了，我们这个生活习惯跟东南亚没空用，东南亚每一菜里面都有椰粉，什么就加什么汤里面有加盐，但是没啦，人都像当饮料，所以我们使用饭，但是我们可以开发一些适合哈咖喱哈，不管啦，椰子醋啊，有人会做椰子酒，还有发酵过程里面都做吃，上面的那个锯膜你都可以做面膜啦，或者是素肉啊等等之类的，取代这个鲔鱼啊，我们都生鱼片啊，那东西都青岛都可以做了哈。告诉你讲，其实进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台湾青岛的产业都因为进入来组织而开放外国进口，受到青态影响哈。当然，你食的习惯了，东南亚阿姨冇共用，冇可能冇办法按价是改变哈。不过一定要生发上用品哈，他们政策性的鼓励讲要用椰来做一种替代性的这个，不是全面取代，是可以替代性的来取代这些材质哈，要思考的方向哈。我们刚好想到现场来宾就说，你们对于目前这个已经推行了10年这个废园政策也好，或者说椰子产业的发展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建议，想要跟台上的来宾做沟通？请举手好吗？好，这位先生。全世界的先进的国家，就是讲要安怎样去帮忙农民，安怎去回馈农民。那计销20几块，那计销改好，唔免咱的政府，唔免咱的政府。上烦恼是讲，单咱计销好，咱你甲加工出来了，政府要敢课税，这个在屏东县就发生。我们的林猛运销合作社。政府无出半点力，但是若课税课征就会猛于虎，所以量的控制就很重要。所以郑科长讲说要回原转做，就是把量降低。我们是不是要特别屏东县政府做成一个专题，然后送到
农委会形成一个专案，透过我们客家电视台，让政府知道应该要量的控制，也就是会员转做。第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椰子种植的总面积要在一定的量里面，量控制嘛，量这物以稀为贵嘛。那哪些人要被废园，哪些人不被保留下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争议？如果政府的会员转做的政策能够真正的照顾到椰农，他们不会反对了。即摆椰农较早10几块，即摆剩块外，要安怎让椰农有迄个感觉？就是上介简单的，政府做一个专题，形成一个专案，安怎甲因补助，互因有迄个竞争力，甲生存。你是指保价收购吗？你可以补助啊。可以补助些什么？你可以补助这些椰农怎么样来竞争，怎么样来加工，怎么样来因应 WTO。我说都必要的话，政府如果真的想要照顾椰农，也可以动用预备金啊。有啥物无可能的代志？像我甲王议员很多讲的，那关键话议会一定听。那中央当然，我无做立法委员，恁大家拜托立法委员，以上甲大家报告。谢谢大家。这位先生，即马开始，政府他拄啊拄则署长讲，一年拢总万几栋拄啊101万公斤，101万公斤开始过来，第一点，伊无分迄个这开，就怎样好入来，你开始政府加入 WTO， 要入来台湾入来无要紧，你安怎入来拢无要紧。你第一点，你爱看迄个这开，莫讲拄啊当得赶人，咱遮都无人买啊，伊才要入来。这第一点，第二点，政府进口的要好入来，8万1栋，8万1栋是啥呢？是规粒的椰子哦，青安尼哦。即马这厂商头壳好，即马等迄边甲伊加工8号出来呢。已经剥完壳了。你掰出来呢，拄啊掰起来一粒，拄啊3斤半，拄啊81斤。即马我厂商，我甲政府标着8万1栋要进口，伊算栋的尔呢，伊也无算粒。即马开始我标着。你的意思说，如果没有剥皮的话，假设没有剥皮的话，是只能够进100颗，那剥了皮之后就可以进300颗，400颗，量就增加了。对，现在政府都不知道。所以你觉得是关键点就对了。关键就在这里。好。即马来个第二点，即马因要过来，开始因要过来的物件是加工的哦，无新鲜，安怎无新鲜？即马现在我他们拄啊买来，买也买无人进口。进口的伊的物件要过来，底下是煮过哦，加工煮过，袂新鲜啊。咱台湾的是新鲜的。进前3年前，我有去到卫生署甲检去。卫生署甲我讲一句话，也无食死人啊！你来检去这，讲无食死人，就爱食死人，才会当检去。多谢甲伊拍鼓励一下我知影大家都爱个等去做事所以我们长话短说。还有哪位乡亲有意见的？好，这位乡亲。政府10多年前专门判进口椰年，以前的政府开放3400吨对菲律宾进口，221吨对台结，因为过了10多年后。俺哋椰價錢貴低迷，貴實俺哋都冇得進口嘅。真間俺哋政府開放，也進口對泰國進口差唔多3400俺哋為一般公噸，增加2/3。俺哋3400噸都冇使到消化，也嚟到1000。貴實佢頭先啲理事主席佢講咧，我再補充一下，1000差唔多一般公噸，唔係3400公噸。比以前10多年前增加2倍，我希望講今邊的開下會，我哋農糧署，我哋縣政府嘅和參考咗，那邊我哋椰農嚟，我哋推我哋嚟做事情啊。所以我幫我哋椰農今邊嘅薄少啊，唔知樣嘅行啊，怪可憐嘅椰農啊。剛剛這位先生講的就是說。他以前有做過進口椰子的工作，當時是3400公噸，現在是1萬多公噸，然後有時候還會變到11000啊。他覺得說這個量是逐年在增加，進口的量是逐年在增加。雖然政府有監控，但是量是逐年在增加。那剛剛那位理事主席講的說，這個量增加之後，他要把這個殼給剝掉之後，本來是。如果沒有剝皮的話是100顆，剝了皮就變成400顆，那量又更增加了，所以是雙倍的在增加，所以他們覺得說這是一個很症結的問題。儘管是有監控，但是這影響是非常的大。那針對這一點，分署長有沒有什麼樣的這個跟鄉親要這個溝通的？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国外的我们在进口的品项里面，过去没有特别去分剥皮不剥皮的一个椰子啦。所以在过去在谈判的一个过程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到这一点。那贸易商他们就进了那个剥皮的椰子，这是真的是对我们国产的椰子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跟大家做一个亡羊补牢的这个措施报告我们整个进口是有依照月份去做一个控管。那整个1万公吨的量，我们的大概1到2月是3000公吨，那8到12月是7000公吨。事实上，我们尽量把进口椰子开放的时间已经避开国内的主要的产季，国内产季是2到7月。对，所以说在这一部分也有设法去做一些努力啦。那当然，整个量多，当然就会产生国产的椰子价格受到影响，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从国内的一个消费去突破。如何让消费者刚刚有提到说，进口的东西可能要经过船运，有一些烟熏之类的处理，不是那么新鲜。那让消费者来多认识，然后来使用我们屏东椰子的故乡所出产的椰子，那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让消费者来喜好我们的椰子。那参考照，刚刚分署长讲过，你屏东潘清德3亚发通嘛像那个黑尾鱼啊这也是东有名，全国有名有可能你屏东县政府农业处那边针对椰啦3亚，设计的话发通，也讲到其他也已經以為發通地方，不用你椰的產業其他迄種嘅內涵到地方落去，有可能無？多謝主持人提到一個問題進口嘅問題講實在啦應該要多變啦。進口嘅利用多嘅時節，安尼過年嘅時節，你屏東，安尼全台灣，過多年嘅食椰呀，你食椰水啊，毋過寒年嘅時節冇人食啦，毋過8到12月在北部已經天氣冷了。這個時候如果進口7000多噸來的話，加上我們屏東本身的椰子，加上南部本身的椰又拄下來啦，假使又落嘅啦。我想，因為以前咧做椰嘅時節8、9年嘅家下屏東最冇椰，暑假的尾端的時候，都冇椰，家下愛做進口嘅椰，毋到寒年嘅時節，椰油嘅。毋過無路啊，燒唔出去啊！縣政府做得來配合來農糧署嘅鴉片，來做一系列鴉片的促銷的活動，冇問題。我想機會再開放給現場的鄉親就是說，如果說我們這個有這個做椰子的這個產品加工啊，譬如說我知道有人去做什麼椰子的纖維啦，或者說有人去做這個椰子的什麼椰子酒啊、椰子醋啊、椰子面膜啊，甚至做什麼椰子生魚片啊、椰子鮑魚等等的有這方面做這種加工的，然後需要政府給你們什麼協助跟輔導，請在這個時候我們舉手發言好嗎？這位先生好啊。科長有講到一個我們屏東的椰子是比進口的椰子還要好吃，那都好吃嘛。可是就奇怪，我們有從事這個椰子分解了，然後有做剝殼椰子，往往我是懷疑是不是有壟斷的那個有壟斷的那種事情啊？誰壟斷啊？就是我們市場裡面是不是有壟斷的那種味道？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有椰子蟲，像菜蟲、果蟲那樣椰子蟲，是不是？對。因為因為嘛我哋呢一日我哋剝好嘅椰嘅，進口嘅椰冇嗰個質，結果係20人一件，結果我哋呢批上呢一椰嘅，一件係15元嘅椰嘅，甚至比大椰仲到10元沒有啊！我再講我懷疑講我哋椰嗰個質，都問我去到市場會嗰冇價錢，一種我希望我哋市場我哋高檔去調查呀，係咪有壟斷嘅？嫌疑。讓其他來欣賞哈，這位。那今天我們遇到的問題，其實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一個核心的問題在哪裡？就是說，
肺炎不一定要做，但是一定要辅导。量既然那么多，我们政府如果来帮他们来做肺炎转业转型。之前我们屏东县政府曾经在97年度的时候，苏家全县长的时候，他90几年度，他曾经做肺炎的一个辅导，包括槟榔园，包括我们的椰子树来肺炎的时候，一公顷是5万块的一个辅导转型。其实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去思考的，我们应该已经面临到觉得这是一个黄昏的事业了，黄昏的产业，你们一定要勇敢的面对这个问题，如何去转型？当然，总量管制的进入很重要，你们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官员讲出2个口字啊哈，百姓所受的苦你们感受不到，真的，你的总量管制，而且你的时间的调控真的有做到那么严谨吗？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我们真的不知道，谁去监控？我们农民可以监控吗？理事主席可以监控吗？确实那个时间你们是进了7000公吨吗？确实那个时候是1000公吨吗？我想理事主席知道的最清楚了。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你们真的要想帮农民釜底抽薪的事情，一定要大家面对问题，怎么样去转型，这个很重要。谢谢。好，好，再开放一位乡亲好吗？好，这一位。主要的是我们在早年的时间呢，台湾的工业社会加上的农业社会来辅导工业社会啊。工业社会准备要放来，要靠我们农民呢？农民嘛以农为主啊。刚才讲，肺炎讲因为要斧头嘛吼，应该斧头伊就往哪方向，因为较理想的，比如说去造林啊，来讲伊转去种有机啊，还讲伊种咖啡啊，应该哪方向？因为讲，肺炎是只斧头转型的一个方向，你还看法是嘛该喏？肺炎而斧头啊吼。当方要有一个公文，有一个正常的程序，该如何的做，让我们在农会，像我们农会，我讲实在，我们现在农会的功能很小一样，上面都打压，发挥不了作用啊。尤其县政府对农会，他只对合作社，他对农会根本就不甩你一样。所以我们农会一直想要帮助我们农民，我们真的。很多地方走不出去。农会可以成立椰子产销班啊，你都有椰子产销班吗？没有，因为椰子上面就不让你成立产销班嘛。他就根本就没有重视你这个椰农，你椰农呢在那边等于是没有一样，在政府的当中没有分量。像现场那里有请到你屏东科技大学的林景胜林副教授，就是针对这个椰子的这个多元的利用跟加工的部分啊，你有做一些研究啊？那是不是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在场的乡亲、跟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呢？椰子其实呢，就我们来看呢，以木材的科学设计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产业，有很多的物料来源。那大家也应该也都听过用椰子纤维做的垫子，然后碳化，做的一般的碳也好，甚至于呢，再往高一点的等级去发展活性炭。那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台湾的活性炭呢是不够用的。这个坎顶的焚化炉还有净水厂，它都需要活性炭。那这些一直都在进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它一定绝对有这个绝对的竞争力，但是我们觉得说它是其中的一条路，是一种可行的方向。如果原先是废弃物，它要再到焚化炉去焚化处理也好，或者是要再到掩埋场去掩埋处理也好，那很可能都是一笔处理费用。我不想用这样子的观点去看，假使这个处理费用是既然要支出的成本，如果拿来做研究，拿来做投资设厂，甚至于原先就应该要支出的应该要支出的，你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体系，是在资源辅导，或者是由农户自己要支出的项目，你现在把它当成是你少支出了，就是赚进来的。那假使有相关的辅导机制，或者是协助的措施的话，那这些碳可能就是国内
要应用的活性炭来源，或是用炭的来源。唐山安多农民的发言发现，包括教师的发言，伊迄发现，其实伊个可能规身都会补吼，无论伊个果子做拿来吃，果用拿来做伊个粉吼，做种野果等等哈，伊个树的在做伊个虾米在做。做椰子店啦，甚至拿来做嗰个活性炭吼，也个下边也都拿来做另嘛，也讲做木的等等吼，椰子全身都是宝啊哈。等下你继续讨论哦，是讲也个做刚才讲唔可以往非人的方向来做的时间，因为斧头也转型，迄边讲做多元的加工，并多元利用，还是两部分呢？等以下呢，继续做节目现场来讨论。